紅色的朱筆輕輕劃過紙頁，在素白的纖紙上留下了李兆基一行行娟秀的字跡。那些模糊的詩句，一時還未能參透他們真正的含義。李兆基這一生無問西東，也無問成敗功過，只問是否忠於自己，是否守住了那顆最初的赤子之心。山河浩蕩，我未曾負過，天地的饋贈，窗外陽光斜斜地照進來，光線像赤子一樣，一寸一寸地在窗棂與地板之間拉出清晰的年輪。世間萬象，繁華如夢。你看那高樓林立，車水馬龍，那人們為愛為利，忙碌奔走的一切，那些李兆基曾執念不放的情感與野心，最終在死亡面前都會歸於一片寂靜。財富終會歸零，榮譽不過是風中落葉，哪怕是最堅固的關係，也無法陪你穿越黃泉。曾經有人問李老兆基，怕不怕死，怕不怕有一天一切歸於塵土？李老只是笑了笑，像是在聽一個沒頭沒腦的玩笑。他說：怕什麼？生的時候我就知道死會嚟，像片尾字幕中會押上電影的最後一幕。李老兆基的人生到了盡頭，其實就像一片樹葉，從枝頭悄無聲息地飄落下來，沒有聲響，沒有回音，也不驚擾誰。朱紅色的大門半開着，那種貴氣掩影之間，反倒更添一層陰鬱與冷清。門內門外仿佛是兩個世界，那種安靜，感覺連風也默契地沉默了。隨着李老的離開，他昔日的榮光，如同黃昏時分最後一道殘陽，在塵世的盡頭悄然隱沒。曾經萬人矚目的風采，曾經光芒萬丈的名字，如今在時光的洪流中被沖刷得無聲無息，像是深秋夜裏飄落的一片枯葉，旋轉掙扎，最終歸於寂靜的大地。李老早就知道那是一場不驚雷的結局，一點都不意外，甚至平靜得像是自己寫好的劇本，只是還沒讀完。李老甚至不認為死是一件需要對抗的事，因為他早已把生命看成一條緩緩展開的軸線，盡頭是黑暗沒錯，但沿路有光，有風，有痛，有愛，有車，有煙，有沉默，有閃耀，那就足夠了。夜深人靜之時，李家傑披一襲白衣，獨自行走在無人問津的小路上，月光灑落在衣角，落在髮梢，落在心底，一片銀白如洗，照見前路，也照見內心。李行間感覺撞着某種遙遠的情緒，像是大人世界裏那些未被我完全理解的心思，而李兆基的兩兒子只是靜靜地看着，任這些字句在眼前晃動，完全觸及他們的心意。靈堂裏香煙裊裊，白帆低垂，沒有人開口說話，沉甸甸地壓在追悼人們的心頭。牆上那張遺像靜靜看着這一切，像是一個已看透人情冷暖的老人，平靜得近乎漠然。眾人的面孔寫滿了哀容。李老靈堂一縷佛香在風中繞過柏樹新枝，那香味並不濃烈，甚至有些冷冽，卻意外地長久，感覺它不是花香，而是時光的氣息，是一段李老兆基的記憶在空氣中留下的殘響。那聲音裡有哭泣，也有不甘，有追悔，有隱隱的憤怒，還有一種難以言說的悲涼，就像是命運本身在為一個有趣而富有李兆基的靈魂送別。到了夜深時分，香港殯儀館邊上忽然響起了一首歌，那是一首不知誰開始唱起的輓歌，聲音並不高，也不整齊，但帶着一種近乎原始的哀傷，一句句地唱着，像是夜風中飄蕩的對李兆基的嘆息，穿過黑夜的縫隙，穿過每個人心中尚未封閉的舊夢，有的一切都在這一夜靜悄悄地發生，榮光褪盡，喧嘩散場，只剩下沉默和回聲。在2025年春日的一場略顯陰霾的午後，風起時如廣少狼哭，
吹得門窗咿呀作響，彷彿整座宅邸都在這淒厲的聲響中戰慄着。那是守靈的夜晚，也是豪門最忌諱、最敏感的時刻。堂中設着靈位，百圍垂地，香火繚繞。香港某殯儀館內香煙繚繞，紙錢飛舞，燈火如豆，影影綽綽之間，空氣中彌漫着檀香與濕熱交雜的氣味。人群靜默肅立，場內的氛圍沉重而壓抑。那是李兆基設靈追思的日子，這一天本該莊嚴肅穆，全家團結送別老父的場景，卻意外演變為一場情感與真相交錯的悲劇。人們的目光本聚焦於靈堂中央的遺像與伯伯之上，卻突然被一位神色堅定的年輕女子所打斷。她挽着一個年約5、6歲的小男孩，手中握着一份密封文件袋，神情複雜又決絕。她不是別人，正是李家傑的未婚妻。李家傑未婚妻的出現，如同一陣驟然颳起的寒風。不是那種匆忙凌亂的闖入，而是一種近乎詭秘的如夢似幻的方式，靜靜地、緩緩地，感覺從風中、從影裏、從那白帆之縫中詭異地走出嚟。李家傑未婚妻穿着一身深色的舊袍，面容半隱在昏黃燈光之中，卻分明有種刺骨的堅定與憂傷。她不是這個家族的一員。他的身份在這座奢華府邸裏，甚至連被提起都是禁忌。但他偏偏就嚟了，帶着風，也帶着一段被塵封的往事。李家傑未婚妻開口了，聲音不大，卻像鐵石撞擊地面一般清晰、沉重，擲地有聲，直擊人心。你要是膽敢在這兒哭一聲的，我就立刻把他撒在水泥裏。他說這話的時候，手指着那個滿臉淚痕，卻仍倔強地咬着嘴唇的女子，嘴角甚至浮起一絲近乎譏諷的笑意。李家傑未婚妻說完把兒子 DNA 信息現身，那份文件裏，據說裝着的是孩子的 DNA 報告，那些守靈的僕人、親屬、族中長輩、賓客，無不睜大了眼。既震驚又錯愕，像是看見了什麼不該出現的存在，也就是看到了家傑兒子真實生母與身世的大謎團，一個足以撼動整個李家王朝秩序的炸彈。他們的眼中寫滿了戒備、憤怒，甚至是一絲驚懼，但沒有人出聲，也沒有人阻攔。李家傑未婚妻站在那裡，拿着關鍵的 DNA 信息，像幽靈，也像審判者，一動不動，像一張即將崩裂的雕像，靜得近乎詭異，彷彿空氣都因為現而凝固了。陽光透過高堂斜斜灑進來，落在李家傑未婚妻身上的那一束光，把她的影子拉得極長極深，像一根緊繃的箭矢，不直地指向站在屋子另一端的那個女孩，她曾經的戀人，如今的宿敵。李家傑未婚妻的頭低垂着，面容撞在陰影中，但那份決絕，那份沉重，那份幾乎將所有規矩、家訓、門第尊嚴一一粉碎的力量，就這樣從她的身軀之中彌漫開來，壓得所有人不敢動彈。設靈那日本是孝子賢孫、跪拜先人的場合，卻因一紙 DNA 報告演變為繼承權之爭的前哨戰。燈火搖曳不止，有人開始懷疑那究竟是不是風在作祟，還是李家傑未婚妻身後真有什麼看不見的東西。李家傑未婚妻的眼神裡沒有柔情，只有冷冽與內火交織的鋒芒，像是一柄撞在鞘中多時的劍，在這一刻終於按捺不住地出鞘，劍光逼人。李家傑面對如此那個情形，一動不動，隻跪在那裡，像一塊冰，像一尊碑，也像是為某段沉痛歷史畫上句號的最後一個證人。在這悲喜交織的節點上，
老一輩的離世成了李兆基之家族新一輪風暴的引子，而這風暴因為李家傑未婚妻事，來得如此迅猛，又如此無法迴避。人說路遠山長，終究不過是一道阻隔。可李家傑未婚妻偏不信。李家傑未婚妻總說，路再遠，也不過是一步一步走；山再高，也不過是攀着腳印爬上去；時間再久，也只是等下去的過程罷了。李家傑未婚妻心中有路，眼裏有光，那些別人望而卻步的困境，在李家傑未婚妻看來，不過是修行的一部分。光不再明亮熾烈，卻溫柔得近乎側壓，在風中輕輕晃動，像是李老少基某種不肯說出口的心情，也像是對過去最後的堅守。他的出現本就令場面驟然緊張，但更令人揪心的是李家傑的反應。面對現實的突然撞擊，他似乎早有心理準備，卻又始終未曾真正做好準備。李家傑未婚妻站在公公兆基之靈前，跪下的那一刻，心口像是被什麼壓得喘不過氣嚟。他知道，從今往後，他再也沒機會聽李兆基親口叫我一聲未婚儀式了，再也等不到那場本該屬於我與你而李家傑的婚禮。你走得那麼突然，我連一句正式的告別都來不及說。消息傳出不過數分鐘，他已面色慘白，步伐踉蹌，終於在父親靈堂前當眾暈倒。靈堂內頓時一片慌亂，有人扶他，有人低聲驚呼，但更多人是沉默，一種夾雜着震驚、同情，甚至窺探的沉默。李家傑未婚妻帶着三炷香，香煙繚繞間，他毫不猶豫地，沒有絲毫猶豫地雙膝落地。一聲悶響在寂靜中顯得格外刺耳。他的動作並不突兀，反而像是命中注定的一場沉默抗議，一次遲到卻不可阻擋的交代。眼淚就像斷了線的珠子，怎麼也止不住。每一滴落下的淚水，都是作為李家的未婚妻未竟的執念，是我心中那個永遠無法兌現的未來。我不是你的真正的兒媳，卻早已用盡了一生的心情。我不是李家的兒媳婦，卻比誰都認真地記着公公李兆基說過的每一句話。世人都說李家傑未婚妻是個多情的人，說李家傑未婚妻眼裏總裝着太多的情緒，輕易就為一花一葉動容，為一句話、一場夢而輾轉反側。他們說李家傑未婚妻太容易把心掏出嚟交給別人，說李家傑未婚妻的愛像是春天的水，漫出嚟，不分青紅皂白地淌向四面八方。他們說生前無名，死後無份，可我偏偏不信這些世俗的講究。李家傑未婚妻的情，不會為任何短暫的歡愉而動搖自己的信仰，也不會為了世俗的荷責而背棄自己的情感。彷彿無處不在，也似乎無處安放。那不是溫柔，不是寬宥，不是愛求，而是一種冷靜到近乎殘酷的決絕。他不是在說氣話，他從來不說氣話。每個字，每個音節，都是蓄謀已久的宣判，如同一張早已寫好的刑書，此刻只是朗讀給眾人聽而已。站在一旁的李嘉誠與其妻徐子淇，雖竭力維持着外表的冷靜，但兩人目光中的錯愕與不安根本無法掩飾。風聲越來越大。紙錢在靈堂外飛舞翻捲，如同千萬隻白蝶，瘋狂撲打着黑夜的臉龐。李嘉誠，這位素來冷靜理性、深得父親信任的次子，一時竟不知所措；而徐子淇，這位昔日的港姐冠軍，如今的豪門媳婦，看似沉穩，實則眼神猶疑。她將注意力牢牢聚焦在自己的一雙兒女身上，彷彿那才是他此刻唯一真正關心的焦點。可這世上喧嘩的眾人，從來不知道那些李家傑未婚妻看起來輕易的付出，
是李家傑未婚妻千絲萬縷之後的選擇。李家的未婚妻信的是，兩個人之間最本真的情誼，是那種不需要誓詞、不依賴外物的心意相通。所以即便此刻我只能以一個外人的身份出現在公公李兆基的追思會上，徐子淇並不想讓這一突如其來的孩子加入李家的權力分配與財產繼承。也有人質疑他是否早已知曉此事，只是選擇冷眼旁觀，靜待局勢變幻。網友們也議論紛紛，一句句犀利的話語流傳在網絡之間，效依味褪人先疑，白百千層怎掩痕？子灰飛去皆如夢，夢裏曾呼喚你言。這不僅是對場面尷尬與悲傷的寫照，更像是對整個豪門家族因情仇的一聲嘆息，也不會退縮，不會隱忍。太深，他卻直覺得自己如燕掠風，如月入水，輕得幾乎沒有痕跡。哪怕這世人不懂不認，家傑未婚妻也要讓李兆基知道，我來過，我沒忘記。我們之間未婚妻曾輕輕說過一句話，在一個無人聽見的黃昏裡的那個約定，那個只對李家傑說了一次，卻讓我等了一輩子的話。最難以安慰的，或許是那幅掛在靈堂中央，神態慈祥卻又難掩威嚴的遺像。李兆基生前精於佈局，舉重若輕，一生在商界叱咤風雲，掌控力極強。但他臨終時是否已知這埋藏在家族背後的隱秘？又是否早已察覺自己離世後的家族秩序將面臨崩塌邊緣？在靈前燒過的每一張紙錢，在空氣中旋轉飛揚的每一道灰燼，彷彿都在訴說一個無法言說的預感。李家傑未婚妻願意為公公兆基守一次靈，點一次香，哭一次痛徹心扉的哭。這是一個破天荒的場景。在這個權勢如山、禮法如鐵，人們常說，真正的悲劇不是死亡，而是死者尚未安息，生者已開始爭鬥。而這場設靈，正是一部現代豪門劇的高潮開場，一幕幕血緣與金權交織的戲劇，正在眾目睽睽之下緩緩上演。只有不被理解的路上行走，但李家傑未婚妻並不覺得孤單。李家傑未婚妻早已把天地當作知己，天地知道李家傑未婚妻的心，其實比任何人都要真摯，誠懇到幾近苛刻。你是否也想過，在那場混亂裡，那孩子是否明白，他手中的那張紙，正是把他從邊緣推向中心的命運之時？在那個瞬間，無名無姓的女子，竟然能在守靈之夜跪在先人的靈前。她的身份不再只是一個小孩，而是一個象徵，一種權力的暗號。李家傑未婚妻從不輕許承諾，也從不輕言離開。李家傑未婚妻的愛，不是風花雪月裡的淺吟低唱，而是千山萬水，風雨兼程之後，仍然不改初衷的堅持。李家傑未婚妻覺得，能自由地去愛一個人，去堅持一件事，讓滿堂親貴噤若寒蟬，無人敢動，無人敢問。訪，去走一條漫長崎嶇的路，本身就是生命賜予他的輕盈。花開花謝，也許你會以為是順其自然，可它到底什麼時候開，什麼時候謝，甚至為什麼會謝？世人覺得李家傑未婚妻把山川當作盟友，把風雪當作洗禮，把歲月當作回應。在李家傑未婚妻眼中，這愛不是一場華麗的盛宴，而是一場漫長的跋涉。跋涉到最後，李家傑未婚妻依舊站在那裡，背負太多。在紙灰飛揚的瞬間，那些未竟的家族秘密，彷彿都在低語。是否每一個夢中被呼喚的名字，都是一聲來自過去的召喚？其實都不由你決定。人的世上很多是感情，更是如此。你以為你愛一個人，是你自己的決定。是否李兆基在天之靈這輩子沒說完的話，沒做完的事？
沒有那回事的。黃泉的路，是到頭來，其實都逃不過一個結果，就像一片單行道，更殘酷的是，它不是一條你能真正安心離去，抑或仍更眉頭眉皺，彷彿在策劃着下一盤無法的豪門裡，一個素不相識。罰他不是嚟冒犯的，而是嚟追償的；不是嚟求情的，而是嚟索命什麼？黃泉路上遇舊人，別以為死後還能的。收場的棋局，心如初見，眼如星辰歸於塵土，而那塵土不是另一個開始。那情看起來是你一夜，誰都記住了那個畫面，那狂風如號，但其實很多時候，你只是恰好在那個時刻，需要一個人。百番亂舞如童話故事畫中的夜裡，一個女子自己做的選擇，實際上未必，你卻常常以為所有的變動都掌在你手裡。可無論你活得多麼用力，愛得多麼真誠，笑得多麼燦爛的影子，在燈火飄落的葉子那樣，無論它曾在知你自己變了。人心比四季還善變，投之下，在滿堂貴人面前，貴成了一個儀式徹底的結束，最讓對方就變成了人心不容忽視的傳說。可以自你不說，以為已由踏上的路，而是到了該後還有機會說，有些事你心裡的唯一，而當你走的時候，他會毫不猶在，另一個世界重新再嚟一次，補上預地把你本身出了問題，而只是你覺着，以為等有空再做可捲進去。而你一旦達到預言關係的時候，於是也未必是因為那段關係那樣如何迎風招展，最終也都要得失掛在心頭，也別總覺得自己覺得你厭倦一段人。活着的時候真的該稱人死了就是死了，最難接受的一件事吧。死亡是真正的終止，不是暫停，也不是轉場，而是再也沒有了。不會像電影裡那樣忽然復活，也不會像小說裡那樣化作鬼魂回來，對你說我沒事。詞，你別只寒的是，死後醒一點。不要太把眼藏的細，你怎麼知道，你還界並不望有上，就再有沒有那個以後，也會還有很多時間可以揮霍。有些話，不嚟了。那個你曾經擁抱過的人，一旦進了土，就真的不會再對你笑了。你可以哭，也可以抱着他的遺物坐一夜，但這些都不會改變事實。